善心，可是你也会执于善心哦。因为我们如果说可以为善，就不是真善了。好比我们帮助了人，可是我们却心想：哇，我今天做了一件善事，那就是有执着了。就好像刚刚慧雪讲的，我捡到了那个黄金，我拾金不昧，我怎么都不会贪心什么，那我们又是生了一件你执着的心出来了哦。那所以善其实是从日常生活中做出来的，无执无着，那才叫做菩提心的显现，那个才是真善啊。那如果你执着在功德，你执着在苦乐，那这个就是不执了。人的苦与乐就是由我们的心所造的。你的心要做天堂，也是心在做；你心造地狱，也是我们的心念。所以我们心念怎么去转变，我们就会生出不同的境界来。凡事各有因缘，没办法强求。如果我们强求，就会落入对待。那你落入对待，落入执着，这些你就会起这些烦心啊。那我们起了烦心，怎么样？心就没办法定，心不能定，智慧就不能展开。所以我们要以般若为方法，要用般若的空观来破除烦恼的执着时，善根就是可以透过般若的智慧而增长。那善根也可以从我们清净的自信而取智慧的功用。好，第10，诚心与愚诚有什么不一样？诚心是有诚恳的心，还有一个智慧的心。那愚诚虽然有诚恳的心，却依你的主观意识啊，依你的环境，依你的崇拜，依你所需，所以你的视线会看得窄，看得不远。好，那这个呢，我们要常常自我省察啦齁。我们要看别人的想法，再看看自己做的对不对。诚心跟愚诚，我们别人比如说别人对了，那你跟着走；那别人错的，你也要跟着走嘛。这样就是愚诚了所以我们要用智慧去分析啊，不是光是修道办道跟着前面一直走就对了。我们跟着前辈者走其实万一前面走错了怎么办？父先生不是常常告诉我们一盲引众盲，相接入火坑吗？那我们要懂得去分辨我们真正的诚心跟愚诚。那这里后学有把济公活佛的慈悲的这8层把它列出来。那这里有文字比较多，这个是稍微解释一下，大家用看的会比较清楚。那这8层呢，看起来就很明显，4种正，那4种不正的诚那我们自己来反省一下自身愚诚呢，就是不明真理而妄从，修道妄修那这个愚呢，就是没有智慧只知道拜佛，然后不求真理，不知道修道的真谛盲从，这个算是下圣的信仰所以五祖也告诉我们不是本心学法无益那第2个是邪诚，心怀忘恩贪佛仙，有事求佛无事放，患失其隐这也是很白话了。邪诚是真的是不可以的我们这个就是一样有所求才会这样子，心怀忘恩贪佛仙好，那第3个是巧诚，这个是行表面功，用宫庙借花献佛兼攻夺他人功。这个呢，就是不限智慧，专用聪明的所谓识字变聪这个以其取巧的行表面的这个功德甚至呢就是借花献佛用计谋来取胜于人常常喜欢出口跟人家理论，那这个也不能显现我们真如本性然后第4个是为诚这个暗中有作用，
如哭如笑，希图所有，自私不公，用情不用理。不是真心的，就是有作用嘛，不是真心就变有作用啊。这借神佛的名义呢，别有企图，以信神佛来做掩护，然后来欺诈世人，那个如哭如笑啦，就很会演就对了。所以这个是八大乘中最不好的行为这个都是用骗用演戏的来给人家看的，这个是最不诚心的最不好的行为就是这个那个伪诚那第5点是明诚，明诚就是事理通达，理路清明，就是明理的人他没有前面这4个不好，没有这些愚诚啊、邪诚、巧诚、伪诚这些，这个虽然没有达到至善可是他事理通达，清清白白，理路很清明，然后他守纪律很安分然后不欺骗别人，那也不欺骗自己，这个就是以理事从这个是明诚。然后第6个是达诚，对天对地对人对事无不审慎，就是没有对不起天地人事物这些他可以做到都己利利人，然后利心，牺牲他自己，然后利益人群的事情，这个就是达诚。那第7是大诚，大诚呢就是感应人物无不同诚这个已经到这种六亲无怨邻里无私的地步了所以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物都没有不好的人事物了啦。那这个就是大诚。那第8点呢是至诚至诚参天地之化育然后他没有无所度之我，外无所度之人，与天地协和，这个已经是最高境界了这个诚已经跟天地合其德了，然后跟命运日月合其明了，跟这个事实呢合其序了，那与神鬼合其吉凶了这等于是万事圆融了，已经超越古今了。这个就是我们在大学所说的在子于至善已经是圆妥妥光灼灼的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至诚。那后学就大概给他解释一下这样。好，那第11，好，我们把善和恶分清楚，还要把善跟恶融合为一体，无善无恶才是真正的纯净，才是真正修道内在，不要有对待。好，我们在学佛修行的道路上从一开始认识到我们的真我我们的真如本性，也是我们的佛性。那到后来让我们这个我越来越清净，那越来越庄严。当然我们依赖了很多的法嘛，那佛法教了我们很多正确的，教了我们很多可信的良好的观念，但在我们很多经典包括这个圣训里的那个言语，看起来总好像有一点矛盾比如我们在读经典就说不执于法，但是又不能舍弃法。那这训文的内容也说要把善恶分清楚，还要把善恶融合一体所以看起来很矛盾。那当然不是矛盾这些当然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问题了世间法呢有对，那就一定有错，有善呢就会有个恶佛法呢它不会说善的一定是好的，那恶的就一定是不好。也就是说好的有其不好，不好呢也有其好啦所以可见这个相对法是存在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去否认的。所以佛陀他从来也不否认世间法，只是
教我们去认识，哦，那个他那个只是教我们去认识那个跟了解而已啦，哈。比如说我们一个家庭当中，父母啊，他常常会对孩子，会有比较的心态，哪个好，哪个听话。那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会无形当中也有这种现象，但是我们不是有心要去比较，可是呢，就会有一点点，就是说对小孩的说啊，姐姐都去做什么事，你怎么都不帮忙？然后人家妹妹回来都会帮忙做什么家事，你回来姐姐都不帮忙什么，那这样子变成我们无形当中会有一个对待啊，哈。那我们不是恶意的，可是这已经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用了这个分别心来看待了，所以有分别就会有苦乐嘛。小孩他也会有痛苦啊，为什么也要跟姐姐比？为什么姐姐都不用怎样，我就要怎么样？好，这有分别就会有苦乐，就会。那我们人也是一样，有分别就会有善恶，然后会造成这些无明啊、烦恼，然后甚至迷惑。所以我们要懂得用般若智慧去看待，要用清净的心跟包容的心去面对啊。心则无分别，就没有差别相。所见的众生呢，就是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包括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啦，包括在我们的职场上、社会上也都是一样。大家要用智慧去看待生活做到的每一件事情。然后12，要度到自己的心，度到一个不变的境界，不会起起伏伏。那个地方就是你的心要住的地方，叫做往生西方。那你的心如果是很平和、很干净又很庄严，那是不是就是佛堂的？内心的平衡就会无所不能啊。佛家常常讲的临终一念，可是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最后临终一念会是什么，所以每个当下都有可能最后那一念哦，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先到还是无常会先到。所以我们的当下如果是贪嗔痴爱妄想执着那就无法离苦得乐。就好比我们平常拜的观世音，我们看他可能身穿白衣啊，可是当你在临终的时候，你看到不是穿白衣的观世音来接引你，那就要小心了，因为你可能那个念头已经不是你当下的那一念了。所以我们要时时守护我们的善护念，真的是不简单哦。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态度，就让你喜怒哀乐这些情绪都出来了。像我们常常在看电视、看新闻啊，常常情绪也都是被这个情绪牵动的啦，所以常常你在当下独处的时候，你自己就是最清楚的。你可能跟别人在看电视还会压抑住，可是你自己在看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在那边自言自语。后学常常在开车的时候就是最容易动怒的时候，因为开车只有自己一个人，所以常常发现这个人突然冲出来，然后三宝骑在马路中间，然后就是自己在车上自言自语不停的其实你会谈我们怎么会开一个车有这么多的情绪出来？当然有时候是被那些摩托车吓到了，因为很多阿公阿嬷都是他想要转就转的，你可能被他吓到以后人被吓到通常都比较容易会失控所以常常会在那边自言自语，可能很多 OS 所以这些我们要常常守护我们自己的那个信念那我们不是也常常听到那个阿婆在念豆子，念到她会跳吗？阿婆在念那个豆子，念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嘛她念 Om Mani Padme Hum 嘛，她念到豆子都已经会跳了，那就有一个修行人走过去说阿婆你念这样不对哦，是 Om Mani Padme Hum 哦。那阿婆就突然被他讲这样子，他认为他前面所念的都是念错了所以阿婆就执着了
他的心就不是他当下的那一念了啊。他每次要念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这样子，他就很不自在。所以他的心念被卡住的时候，他怎样？豆子根本都被挑啊，他已经念不到那一种炉火纯青的那个境界了。那这当然修行人就觉得，他这样子好像阻碍了这个阿婆的那个念经的那个诚心了，所以他就跟他说啊，你念这样对啦，是我不对，我记错了。阿婆讲真的还是你讲不对啊你Om Mani Padme Hum是对的。然后他就继续很开心的Om Mani Padme Hum一直念，他的豆子又开始跳。这个起心动念，每个人的那个念头真的是都要非常的专注我们要有所体悟，要有所行啊。所以修道也是一样，要保持初心，我们成道才会有余啊。我们落实在自己的心，落实在自己的脚步，这辈子我们才不忘这个走这一行啊，走这一招啊。我们心安住了，这不就是西方极乐净土了吗？西方极乐净土。好，第13，物要尽其用，地要尽其力。每个人方寸地要种什么呢？你们每个人都有一块地，知道吗？有没有荒芜？野草丛生。好，方寸呢，就是指我们的自信宝地嘛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家的宝藏。那在唐朝呢，有一位慧海和尚啊，他从小就出家了，然后经历了10多年苦修苦练，可是呢，他还是一样茫然无主的。有一天呢，他跋涉千里，他要去参访马祖道一禅师马祖道一就是我们天道后东方传承的第7代祖师马祖道一。那马祖道一他见到了慧海和尚呢，他劈头就骂他，他说：“你这个和尚啊，你自家的宝藏不顾，到外面狂奔乱走做什么？”然后慧海和尚说：“什么是我的自家宝藏啊？”然后马祖道一说：“现在问我的这个人就是啊。”慧海禅师呢，言下大悟这个人家会得道，会当高僧，也不是1天2天的，人家智慧在一句话他就开悟了，他从此就逍遥自在了那事实上，只有慧海禅师他自身有无尽的宝藏吗？不是啊，我们这世上每一个众生的身上，每一个人都蕴藏着跟宇宙自然同样无尽的宝藏宇宙间不生不灭的能量就蕴藏在我们生命当中，只是我们大多数的人没有把这个宝藏开启而已嘛，而不知道这里面有宝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天道弟子就是因为弥勒祖师为我们收集，然后传下了直指见性的那个让我们成佛的修行路，那我们是不是都开启了玄关金锁？所以我们一个天道弟子自家的宝藏就像一个活泉一样，它不断的涌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只是我们多数的道亲因为过去的尘世尘染的习性没有办法起了一个相信的心你无法相信承担见性成佛这一件事，所以你就等于怎样入宝山却空手而回仍然活在过去向外狂奔乱走的阴影当中事实上我们的智慧能力你不必要向外去求的，我们只要开发自身的能量无限度的智慧跟能力，你就会从你自己的生命当中去涌现所以各位前贤们，我们要修我们这一块宝地是要勤劳的，我们要有付出才会有收获。修道也是你懂得对道场的付出，然后对道理的理解，我们才会由疑惑生相信嘛。信就是一个原动力，是你修道的一个好的基础那也是我们对生命意义的了解。信心可以让我们开创我们的生命
那信心当然也可以让我们面对这些迎面而来的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难关，我们都可以用信心、用智慧，顺顺利利的把它解决，把它面对。相信是学道的出路，信是道源功德母，所以它可以怎样长养我们一切的诸善根。好，14信心生是乐在上边的哪一点？唯有乐在这个信，你才能显现出你充满法喜之心。你充满法喜之心，你就能行于外。所以每个我们的言语，然后我们的这些言行举止，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事事物物啊，都是要我们来观这个性，因为我们体悟到见性才可以现性嘛。所以《金刚经》才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原来的是你，缘去的就是空啊。世间多少纷扰事浮华落尽总随风。所以修行的目的也不是向外去得到什么神通，是要怎么去降服我们这个烦恼，然后怎么去调伏我们这个自心啊。我们的念转就是在我们这个一念心而已。所以明心见性，明心就是这个明白当下的念觉性，我们的灵知灵觉啊。那见性就是我们的菩提心的体悟，也就是我们这个觉悟的念心。所以修行就是要精进用功啊，但是精进用功的方法要正确哦，我们不能走远路，更不可以走错路哦。在佛法中没有在心性上用功，就是走远路了哦。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说道啊，每天都在讲课讲道理，可是心性如果没有落实那其实自己离道已经很远了。然后我们求道是代表一个努力的方向，在心念上下功夫才是最重要的。那所以佛经里面也说修行你不发一个菩提心，犹如耕田不下种。一般人我们都只知道要恭敬啊，供养三宝，然后修大福报。修福报不是不好，但是我们都听过嘛，修福不修慧，大象披璎珞。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钵啊。所以除了这些那个福德因缘，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就是要明心。我们明白真念心，我们就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然后福德圆满，心性就圆满。这个就是我们的福慧两足尊啊，福慧两足尊。好，15为什么说人心即是佛心，理念是佛即是佛，理念是魔即是魔？那么现在念头是什么即是什么？好，那承接我们上一段我们修行就是要明心明白正念心，心即是道，心就是佛。那心就是我们的觉性啊。所谓心者空也。这个我们正念灵知灵觉就是空性啊。但是这个空也不是完空，觉性的空它可以生出妙有的。因为我们的正念心是空性，你明心见识见性就是见我们的空性嘛。心性本来它就是一体的虽然正念心跟我们这个觉性是空性，可是它又可以生妙有。真空妙有就是我们在悟的道理了什么叫真空妙有？说我们有真空妙有吗？有啊。我们不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没有任何一个字？可是你想要说，就是可以洋洋洒洒说了一大篇那各位浅显，我们不是都在诵经背经啊？那我们可以写可以背，然后甚至我们可以写一些什么计划书啊，写一些文章啊甚至在外面做工作，我们可以设计工程，做各类各种事，
这个就是妙有了。哦，但妙有非有，我们妙有也不要有执着，要用的时候就有，不用的时候我们这念心就是成了真空。哦，所以妙有跟真空它是同时存在的。我们这颗心小，可以小到像针孔那么小，有时心眼小哈，别人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跳了哈，恼怒你了。最近我们这个中影小小的地方呢，就夫妻吵架都可以变成社会新闻了哈。那看那个社会新闻也有小孩跟妈妈吵架，也可以放火烧了全家哦。所以这些其实让我们的心哦，人哦生气哦，愤怒失去理智，就像着魔一样，魔行那当家哦，生气就像魔了啦。哦，那你相反的，你的心如果像宇宙浩瀚那么大，那你的心念就可以包容万物，包容这些山河大地啊。后学本来想要有一个影片，可是看时间好像太晚了，后学影片就不播了，我们就这边大概的简略跟大家那个阐述一下就好。好，那我们的心念呢，其实如果说心念大的话，像德蕾莎修女，她是不是可以照顾跟她都没有关系的这些麻风病的人？那之前高雄不是有一个寺院的那个卖便当的阿嬷吗？她的菜怎么让人家吃的是10块哦，她都是为了要让大家生活好过，然后工作的人有口饭吃，她牺牲她自己。菜再怎么贵，他是卖10块而已。之前也有一个卖菜阿嬷啊，他不是也把他卖菜的钱都捐给一些比较贫困家庭的学生，可以去念书。这个就是牺牲奉献、舍己为人的精神。那我们刚刚讲的，你生气，你就像着魔一样，失去理智，魔神当家。但是你舍己为人的精神，那你就是佛菩萨，你有牺牲奉献的精神。好，第16，老天降道不是教你们画符念咒，也不是教你们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而是直截了当就跟你们说，每个人都是佛祖，自信就在本身，肉眼看不到，但是徒儿们不妨仔细考核历代古圣先贤及5大教主，哪一个不是从日常生活当中修成的呢？所以不要架空自己，知道吗？好，末法时期了哈，这个百教争鸣，万法齐放，这些怪力乱神啊，什么走灵山的、服软办事的，很多很多那一旦我们往这方面去寻求，我们就是一个坑跳过一个坑，找不到出路的。当我们都明白我们本来面目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一尊佛祖了，为什么还要到身外求佛嘞？怪力乱神它只是一个末梢而已，5大教主都是存着善心善行，然后他肯牺牲奉献，然后保全这些天理，发扬天心的那什么叫不要架空自己？修道我们就是要任劳任怨，不要跟别人多做比较，自己能做就做老天也不会亏待你。等到水到渠成的时候自然就有人肯定你了。那其实我们也无需要别人来肯定修道是任理而修，不是任人而修。你有公务就尽量去办，尽量去做，不是要做到别人来肯定你。你如果没有做，什么都没有空说了一大堆，那就是把自己架空了。我们没有脚踏实地，没有真实的付出，那你不要说人都无法肯定了，更不要说上天了所以圣贤皆有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好，17，道是自自然然，活泼玲珑，不是强求而来的。所以道是包罗万象，无所不在，只含着道理，合于道理去做，修自己的脾气毛病，功高狂傲，
道就是很自然、很简单，而且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展现跟运用。哦，所谓就是生活就是禅嘛，处处都是有禅味、禅道啊、所以每个言行举止、日常生活的事物啊，都是要以道来做依归啊。好比我们日常遇到你自己看不顺眼的人事物，就是我们心中的傲气，就是容不下别人嘛，哈，心里有功高，低不下气。那人性的功高我慢，其实脾气毛病就会障碍我们精进。好，所以自己认为自己已经是最好，当然就没有进步的必要了。那我慢之心，它就会产生我慢之毒，那慢毒就会产生疑毒啊，你对人就会怀疑，你会嫉妒，然后你的贪嗔痴慢五毒都已经齐全了啦。所以我们要谨慎哦，我们要把这个道落实在生活中，随时清理我们这一颗心，让它干净，不要被这一些烟尘蒙蔽了我们的灵性，然后而对别人起了这些对待分别心。老师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心若镜用心就像镜子一样，你可以包容每个不同的面孔，更可以涵盖每个人的喜怒哀乐，不管是好是坏，善恶贫富，我们都是要以最平等的待遇用道心来引导我们过着的每一天。所以我们看到浅显比我们厉害，我们要跟他学习，我们要跟他赞叹不要看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就说那有什么搞不爱做你我们不要有这种心态啦我们不要有这种心态。好，18，你跟仙佛之间没有交流吗？当下你的磁场以上天合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心心相印。所以一个人要常秉存正念，你的磁场跟仙佛相合，你就能够慢慢的跟仙佛相通。所谓的磁场，即是你的心念、心态、理念。好的，各位浅显，我们先沉思一下，我们是否有跟仙佛契合，而且非常贴近的时候呢？这点后学呢，自己本身呢，还有听其他的浅显也都有分享过每每我们在开班的时候总是觉得心情都非常的平静，甚至我们在唱道歌的时候都很感动，感觉老师就在我们的身边甚至我们都会有感动落泪这都是我们自信的流露在佛堂的时候我们的心总是很谦卑、很柔软，大家都是客客气气的，因为这时候我们的心跟仙佛是相应的你突然你的脾气毛病好像都不见了，可是呢，一旦我们出了佛堂，回到外面的世界我们那一颗动荡不安心猿意马的心又跑出来了，脾气毛病又绑架了我们的真主人了。那为什么我们在佛堂入班跟闭班回家后怎么会有这样的落差嘞？其实除了我们没有把道落实在生活之外啦，是因为我们在佛堂那一刹那心中总会感觉一股暖流流过，那个就是我们的良知良能。在那一刹那你可以感觉到道就在那里，正信正念正思维就是我们的能量场，好的能量可以吸引好的磁场，那相反的负能量你吸引来的一定是困扰你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常常打开我们这个天线，跟仙佛来沟通当你遇到不顺遂或者灾难的时候，也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所以人敬奉上天3分那仙佛就给你7分，那你就10分圆满了就10分圆满了那后学我这边有一首道歌那因为可能时间有限，我们听一小段就好，那用圣歌来当后学今天的结语。
眼中心情，都爱主你所为。前感情，心存善良，在动心，今生想得为自己，难得的心意，并且目标已经拢中，要关阳心。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哦，道歌没办法听完。好，那后学就结语了哈。我们从前面第1条到第18条圣训，修道是不离心的，所言是修道修心，那办道要静心嘛。一切外在的境界都是由我们自心的变现，能起变现作用的这个一念心，每一个人都有。那只因为清净污染的程度不一样，不同，而变现出十法界。那这十法界并不存在于过去或未来，而在我们当下这一念。修道本因就重新起啊，修心练性要坚持。我们认清目标与真理，才可以重返瑶池。这个就是刚刚在这个道歌里面的歌词。好，那后学今天的学习就跟读书会一样啦，心得的分享啦，那个人的见解不同。那后学驽钝其实也无法将老师的圣训跟他的真谛解释得很好，那只能将自己小小的浅见跟各位浅显大德分享。然后望请我们点传师各位领任、各位浅显不吝给后学指正。那今天的学习就到这边，如果有词不达意，也请先佛开恩赦罪。那请各位大德多多包涵，祝大家身心健康，大悟宏展，福慧圆满。感谢慈悲。各位浅显大德，大家晚安哦。今天非常感谢那个雷恩讲师呢，跟我们讲修道修心篇的哦。那当然他在讲的，都是老师的一些批训的哦。当然我们由老师的批训里面呢，也去深深的察觉到我们的不足的地方哦。但是后学是希望说，各位浅显如果有空呢，可以把我们老师的修道修心篇的信文呢，可以多看几遍然后，老师跟我们说，我们修道修心，我们办道静心，我们不与人家比长论短，我们不与人家争强斗胜，我们委屈自己，圆融四方。我们是苦海与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座桥梁，任人践踏以毁谤。我们要低下头，我们理直气壮，我们屈身助人，我们悼念坚强，我们不白牺牲，我们不白过时光，我们不来人世上，我们不白来人世上。虽人仅系多少苍生性命，看重自己，不需要彷徨，不需要受自己的障碍，树立一条正确的目标，让千万人安安稳稳的直上，让千万人沾到智慧之光，让千万人沐浴在天恩的浩荡，让千万人了脱这苦海的汪洋，让千万人的九贤七祖一起沾光。因为或许以前也是
都很疏忽掉。但是我们既然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有一些老师的圣训，我们可以背起来，勉励自己，鞭策自己。因为或许觉得老师跟我们的圣训呢，真的是太好了。因为我们如果有认识到，你这一世不修，你还要花费几世才能修好。所以呢，我们在修道修心篇里面呢，我们真的是老师跟我们说的，我们真的不要白过时光，我们真的不要白来人世上一趟，不然你还要花费好几世呢，不一定遇到这么好的因缘，我们可以来学修讲办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嘛，既然我们大家都记住了那种因缘的话呢，那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在我们的心性上下功夫嘛。刚才修道修心篇里面呢，连讲师呢跟我们说的，大部分就是有我们的性嘛，灵性嘛，还有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身。但是我们知道说修道修心道不用，刚才连讲师跟我们说道不用修嘛，我们要修心嘛。为什么要修心？因为我们的为什么道不用修？因为道本来就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性本来就是清净光明的，但是清净光明的灵性起了一个作用，那一个作用就是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心呢，就有六尘缘影。我们的心就好像在心经里面跟我们讲的眼耳鼻舌身意，那个都是包括在我们的心里面嘛。为什么要修心？就好像因为在六祖坛经里面呢，我们有读过第四品的定慧品嘛。所以那个六祖跟我们慈悲说，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就是我们的自性起一个念头的话呢，那么就六根呢，那个六根就是我们的心的一个灵性起作用，一个叫做心嘛。那么我们的心就有六根的，六根呢虽有见闻觉知，相信大家，我举一个例子，或者用眼睛就好了。眼睛，我们的眼睛在看，是你的眼睛在看，还是你的心在看？这个是要让我们去思考的嘛。是你的眼睛在看，还是你的心在看？所以呢，六祖跟我们说，六根虽有见闻觉知嘛。你既然有见闻觉知，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有起作用嘛。但是呢，虽然有起作用，但是你要不染妄境。你眼睛看到一个东西呢，你不被那个东西动摇你的心，那个才叫做真正的见性。就好像以前有一个故事嘛，说一个甲呢早上要去上班的时候呢，骑摩托车嘛，去上班的时候呢，有一只蚊子飞进去他的眼睛嘛，他就跑去看眼科嘛，花费150块嘛。那么有一个蚁人就跟他说，你那个哪里有倒霉？我今天才倒霉的。我早上载我太太呢从菜市场过去呢，那么一件衣服飞进我太太的眼睛里面，我花了3000块呢，我才倒霉的。
所以说你看，是你的心是你的眼睛在看，还是在你的心在看嘛？如果你用眼睛看，而不被你外在的一些所动摇，那个才叫做真正的见到自信。因为你的自信本来就是光明清净无染的嘛，哦，就好像以前那个苏格拉底，他带了一群学生呢去逛那个市集，逛回来以后呢，因为市集里面就好像我们的夜市啊，还是百货公司一样嘛，逛了一圈回来，他跟他的学生说，原来我知道我不需要的东西有那么多，哦，所以呢，你看有时候我们去百货公司，往往会被某一件东西吸引住啊，时常在那边逛，就是要看那一件东西嘛，哦，所以呢，我们的心修心就是要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要修到很清净，所以心经跟我们说要无眼耳鼻舌身意嘛，无意世界，无明嘛，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们性身心跟身，既然这个身就是四大假合嘛，四大假合呢本来就是空的嘛，哦，四大假合本来就是会有一天会毁坏掉嘛，所以呢，我们不要太在意、太执着我们这个身体。所以你看，现在的人呢，都比较注重我们这个身体，比较注重我们这个身体，比较不会注重我们的心灵上的粮食，只会注重我们身体上的粮食所以呢，这个呢，跟大家一起来勉励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或许简单的报告到这里。如果有不足的地方呢，麻烦各位浅显呢跟或许指教。好，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今晚的明德班就上到这里。那我们现在一起闭班，大众请起立。向无期拉姆行三鞠躬礼，全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点燃师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坤道玉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点燃师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好，大家晚安，待会诵经见。好，各位先生晚安，拜拜，点燃师拜拜。哦。晚安。